日本中央銀行做咗17年量化寬鬆之後，終於加息，咁係咪代表呢2年升咗咁多嘅日股會跌翻落嚟？同埋大部分香港人更加擔心嘅係咪代表日元會升？所以而家趁佢平嗰時唱定多啲 yen。今日條片就會解答呢啲問題。如果你第一次嚟呢個頻道，阿朱係喺投資銀行做咗10幾年嘅專業投資者。喺呢個 channel 我就會分享對市場同埋投資嘅睇法，同埋用我嘅經驗我嚟分享一啲書本學唔到嘅嘢。如果你對揾錢有興趣嘅話，就訂閱我個頻道啦。好，首先講發生咗咩事。因為日本中央銀行已經成功去翻一個穩定嘅2% 通脹，所以上個星期3月19號就宣布結束由2016年做咗8年嘅負利率政策。即係你知之前全世界都做量化寬鬆噶嘛，美國嘅利息未跌到 0.25% 嘅，日本就再勁啲，減到負利率去到負 0.1%。咁而家就終於結束啦，仲要自從2007年第一次加息加到去 0.1 厘，第二啲極鬆嘅貨幣政策都取消晒，例如曲線控制同埋停止買 ETF 同埋信託基金我嚟撐個市。呢個消息出咗之後，對個市場造成咩反應呢？其實投資者已經等咗日本央行結束呢啲政策好耐，本來以為今年1月會做，但係因為年初發生咗個大地震，令到經濟減慢，所以呢個加息週期就褪遲咗。而好多人以為當央行加息，yen 嘅走勢就會調翻轉變強，因為之前嗰3年日本同美國嘅息差令到日元跌咗一半，美元日yen匯率由100去到150，或者對港幣就由7.6跌到5.2。所以去日本旅遊同埋買嘢就變成平好多。咁而家佢哋終於加息啦，好多人預測咁代表 yen 終於會反彈升翻值，但係點知出咗呢個消息之後，日元再跌，由149而家去到151，即係對港幣係5.16，去翻上年嘅低位。點解繼續跌呢？因為日本中央銀行強調會保持寬鬆環境，同埋冇暗示會進一步加息。再加埋美國經濟強，通脹又開始高翻個預期，所以美日嘅息差就未必一定咁快縮窄，令到做緊 carry trade 利差交易嘅投資者唔急住轉翻啲錢做日元，所以就令到 yen 唔單止冇升翻，仲繼續跌添。而呢個政策改變對股票市場有咩影響呢？如果你睇翻以往日本中央銀行加息，佢對股市造成咩影響呢？上一次就係06年嘅7月。當時嘅息率由0升到 0.25%， 加完息之後1年，日本股市升咗2成。而喺呢段時間表現最好嘅板塊係鋼、機械同埋批發，有啲似而家咁，佢哋升咗5成。表現最差嘅呢，就係銀行同埋零售，跌咗幾個 percent。而日元喺呢段時間雖然係加息，但係對美元都係跌咗3個 percent。跟住再早一次嘅加息週期就係2000年嘅8月。嗰次日元跌得仲犀利，由110去到125，即係貶值咗1成。而日經指數喺跟住嗰年就跌咗3成。當時表現最差嘅板塊係電子同埋 IT， 而反而升嘅呢，就係能源同埋公用事業。一次加息之後就升，另一次就跌，咁代表咩呢？好難捉摸啊！代表息率只係影響股市嘅其中一個因素，而唔係唯一嘅因素。如果係咁簡單，加息就跌，減息就升，個個都發達啦。更加重要嘅呢，就係明白日本嘅經濟前景。而喺呢方面，機構投資者仲係好樂觀，因為最近嗰3個月，佢哋繼續大量買日本股票。一陣間會講多啲關於呢點。首先講埋今次政策嘅改變先。除咗結束負利率同埋加息，日本中央銀行仲會停止購買日本嘅 ETF 同埋信託基金。咁好多人就擔心，如果佢哋咁做嘅話，少咗佢哋撐市，日本股票係咪會跌翻落嚟？個答案就係唔會，因為其實由上年開始，日本中央銀行已經大致上停止咗喺市場度買 ETF 托市。佢買得最犀利嗰時係20年疫情嗰時，去到上年其實佢哋淨係買咗3次。而喺 J-REIT 方面，即係日本嘅房地產信託基金，佢哋上年直情冇買過。所以其實呢個行動一早已經結束咗。而家只係形式上咁講會停呢個政策，不過跟住嘅問題就係，佢之前嗰幾年買咗咁多日本嘅 ETF， 而家揸住咁多貨，市場估計佢哋而家揸住日股成個市場嘅7個 percent， 價值超過450 billion 美金，同埋因為日股升咗咁多，而家係坐住20 billion 嘅未現實利潤。日本央行
係已發展國家裏面唯一一個做量化寬鬆嗰時唔止買債券，仲買埋股票。咁而家量化寬鬆完啦，佢哋又揸住咁多日股，而家點收科呢？唔似得揸債券，因為債券會到期，所以你揸下呢個數量就會自然減少。但係股票係永遠嘅，而今次佢哋做咗呢個咁極端嘅行動，愛嚟救市。而家經濟就救翻啦。如果想下次再有呢個工具愛嚟救市嘅話，就要諗辦法放翻呢啲股票出去。但係點樣放先得呢？如果一口氣放嘅話，一定會壓爆個市。咁樣佢哋咁辛苦，令到經濟復活嘅心機就會嘥晒。所以唯一嘅選擇就係慢慢賣，但係慢慢賣對一啲股票都會造成好大嘅影響，因為佢哋托市嗰時買啲 ETF， 呢啲 ETF 咧淨係買一紮股票嘅啫，所以依紮公司最大嘅股東好多已經係日本政府，例如 Uniqlo 嘅母公司 Fast Retailing， 呢個係日本其中一個最大嘅企業，市值成100 billion美金，佢2成嘅股份因為之前幾年嘅 ETF 購買係日本央行持有。咁依類型嘅股票，而家市場就好擔心，因為當政府要減翻少個資產負債表個 balance sheet， 要賣翻啲 ETF 出去嗰時，對呢啲股票就會造成最大嘅影響。其他央行持有成分比較高嘅股票，有依排升得好犀利嘅半導體公司 Advantest 同埋 Tokyo Electron。然後講翻啲大戶，啲外國機構投資者繼續大量咁樣買日股。喺今年頭嗰3個月，佢哋已經買咗價值2兆日元嘅股票。上年已經有好多資金流入日本市場，但係成年呢都係流入咗3.5兆啫。所以今年淨係3個月已經有2兆嘅 inflow， 呢個係非常之大嘅數目。點解佢哋係咁買呢？有幾個原因。第一，日本經濟終於由通縮變做一個穩定嘅通脹，同埋睇翻最近3月中出嘅勞工薪酬談判結果。整體加薪幅度高達 5.3%， 呢個係自從1991年以嚟最大嘅升幅。咁人工升，啲人有多啲錢使，買多啲嘢，就會造成一個循環刺激經濟。所以經濟學家睇好日本將來嘅 GDP 增長，而咁通常對資產價格有利，所以日本嘅樓同埋股票就不斷咁升。第二個原因，日本政府出咗啲政策，我嚟鼓勵佢哋嘅人投資落股票，呢度會變成一個對股市新嘅需求。第三，估值未算貴，尤其是同美國比，而家美股嘅 Forward PE 20倍，即係藍色條線，日股呢黃線仲係14倍。如果睇 Price to Book 同埋 Return on Equity 嘅話，低過條斜線嘅 Trend Line 就算平，高過呢就貴。你見到美國同埋印度股票喺呢個圖度就算貴，而日本就喺線下面，所以係平。跟住喺持倉方面，根據美國投資銀行 Goldman Sachs，雖然外國投資者喺之前嗰年幾買咗唔少日本股票，但喺倉位方面，日本嘅股票佔環球股票嘅 exposure 仲未去翻21年嗰時咁高，所以某程度上有啲基金仲係追緊貨。而第四個原因就係公司治理嘅改善，令到股東總回報增加。呢度係一個好大同埋好重要嘅主題。日本股票好多年都 undervalue， 因為啲人唔中意佢哋公司嘅管治方法。咁而家佢哋終於肯改啦，呢一個 discount 就漸漸消失，即係本來值1000蚊嘅嘢，投資者就打個折俾佢，當係800蚊。但係因為治理改善，呢個 discount 咧就由800慢慢升到去900，然後最終就翻去真正嘅價值1000。如果你覺得我分享嘅資訊有用嘅話，就撳個 like 支持呢個頻道。下次再見。